溜滑梯不会太快，很安全，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游戏器材是我们成功里的里民，相对我们包含东区周遭住民一直以来的期待啦。那因为这附近很多小朋友都找不到溜滑梯，我经常被里民还有周遭住户在询问这边哪里有溜滑梯，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周遭的小朋友们多一个去处，休闲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游憩。就我们选择在我们都会公园，其实就在奇美博物馆旁边，那我们来设置一座符合这个整个奇美博物馆这种都会公园里面既带有绿意，然后带有一些我们说的艺术跟音乐的元素的一个特色公园。特色公园最重要的还是其实要符合这个使用者的需求啦，所以其实现在特色公园其实在整个设置的设计过程就很重要啊。为了这个特色公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大概3次的工作坊去厘清需求。那我们经由这样子的工作坊之后，然后我们才确认了这个整个特色公园的整个设计的方向，一个能够让孩子这个自然的伸展，当然也要符合安全啦，那也符合一定程度共融的精神。那我们希望这个特色公园能够为整个台南都会公园，除了在这个奇美博物馆这个元素之外，再有一个新的符合亲子的然后让孩子在那边开怀且安全的游戏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都会公园已经落成蛮久了，已经大概至少20年，将近20年的时间，在县市合并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尤其它距离奇美博物馆相当近，就在隔壁。所以如果奇美博物馆美轮美奂，我们的都会公园相形逊色，那也不很好。所以呢，我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环境优化，一方面能够跟奇美博物馆相得益彰，另外一方面也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这个休闲的环境，尤其对于儿童小朋友他们很喜欢的游具。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把这个场地，包括植草会做得更好包括那个绿化会做得更好，希望能够让提供市民一个更好的地方来游憩休闲。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在1969年兴建的地新宫文物馆，今麦正式转型为台南市立博物馆，以市民协作为定位，唔那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博物馆，同时整合市内所有博物馆，共同以No. 1为品牌行销。台南是这样，生活即文化，文化即生活。那我想文化部从108年以来支持了这个文化生活圈的计划，其实在这个本馆。文化部就支持了3850万，如果从之前算起，支持了将近8000万，才让这个整个市立博物馆群成为台南的市立博物馆，所以这一点是要恭喜台南。开馆当天，文化各界人士拢出席，见证台南博物馆发展新的里程碑。台南会当讲是博物馆之都，有国立的也是私人的博物馆，既有点钟宗教文物的公庙博物馆。将珍贵的文化资产保存下来。市立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典藏的机构，它也是一个能够连接许多的博物馆，能够让它博物馆能够更发挥它功能的地方。开馆以自造台南咱的历史为上细点，透过各类文物呈现台南发展的历史。另外，也以柑仔店为特定主题，探索台南各区的特色经营模式。其中更包含公众合作的成果。我们邀请了很多台南市的高中生10几号啦，招300个学生一起当策展人然后在他们调查他们学校附近的杂货店然后杂货店反映的交易的文化、地方的文化，
然后最后成为了一个我们台南市立博物馆开幕的特展。台南市立博物馆的开馆，唔哪向大众宣示，台南已经做好准备，要迎接后一个100年以外，同时也要让全国为这入目台南。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大塘中酒店今年7月，甲财团法人天主教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的美善礼盒募资计划，早至12月底，已经超过7000多人的善心人数支持，成功募得295000多块的爱心善款。台糖厂酒店举办这个公益路已经进入了16年，从2007年到2020今年2023年，总共16年。那我想也是嘉惠了25个团体，那也将近的累计了400多万的一个余额来加赠这些的社福团体啊。这一次跟美善基金会的合作，希望来帮助他们这些，因为这些的心智比较迟缓的，他们有一些才能哦，包括他们的作品。那希望透过他们的作品，然后用他们的，就是说最少他们切少这个盒子。所以这一次的目的是集合了将近5000个的盒子，让他们能把那个作品能销售出去。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个活动的目的，希望就是给他们移出，不如给他们钓竿。其实透过这个目的，圆满结束今年甲美善基金会合作后。大塘中酒店2024顶半年合作的弱势团体，就是财团法人台南市幼民视障协进会，目标是为因募集到视障社区大厦专款基金。明年2024年1月开始，那跟幼民视障协进会，希望他们有一个专款等于就是他们社区大学的专款，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帮助他们。我希望就是说有他们这些视障的一些的朋友们，也可以享受到我想社区大学的一些包括住宿、包括生活包括记忆这个方面的一个让他们走出从室内走出室外，跟大家平常我们一般的同仁一起去享受这个生活。舟山公益日活动举办迈入第16档，这多年来结合消费者爱心，总共募集到400多万，加惠将近25个弱势团体。台南市社会局长卢宇聪以及张荣发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吴景明，对着大塘中酒店的善行义举表达肯定。社会局来这边呢，见证我们在台糖长荣酒店的舟山公益日。那这舟山公益日呢，从2007年到现在，也推动了将近16年之久。那这16年来呢，也协助过20多个我们在台南的各非营利性组织。那一直到呢今年的下半年呢刚刚我们的美善基金会也呈现出了我们在下半年的一个成果。下半年的成果呢是叫做自立，我也可以迈向美善人生。那这一个相当具有意义，也非常感谢呢台糖长荣酒店的一个协助跟赞助。台糖酒店一样，利用它的美食，郑东坡是我们长荣集团的美食专家，我跟大家讲一下。那利用这个我们台南的美食呢，一起来做一些公益，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彰化慈善基金会在我们总裁的那一种驱使之下，我们在全省各地到处就是希望能够跟着我们所有的社福团体，所有社福团体一起来努力。在全省每个角落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个世界可以更美好、更美丽。食遍天下自助餐厅舟山公益日活动，伫每礼拜3推出6折用餐优惠，并替每一位顾客捐钱予弱势团体，不仅真欢喜，而且嘛真有意义。大塘中央酒店期盼有更多企业参与推动，帮助到更多公益团体。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为了向市民报告今年度伫产业辅导、出产招商以及观光建设等丰富成果，特别以食全食美、荣耀南园为主题举办发表会。其中台南市的观光饭店甲旅馆业者的成长表现，今年营收突破历年新高，上届车赢，嘛显示投资台南伫台南旅游产业将再创新的里程碑。我们107年的营收，在我们112年的1到9月就达成。
那我们预计今年的营收会比去年的105亿更成长。那我们的这个旅宿的这个家数也创历年的新高，达6都第一哈。到目前为止有837家。另外，伫10日后，2024年台湾灯会将回到台南举办，以“荣耀台南”为主题。观光旅局预计将吸引国内外游客大约1000万人次，创造周边超过150亿的观光产值。会中除了小解明年台湾灯会伫安平、伫高铁以及串联各大灯区的特色，并且甲各观光协会交换意见。邀请游客立时来上兰花暗时看花灯。我们的明年的主灯哈，值得期待，叫做“拢来台湾”哈。那这是台湾灯会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是我们结合台南400，然后把古运河的这个整个历史，还有台南的发展史，然后把它结合起来，有这个台南的400灯区，然后在高铁呈现出我们这个绿能灯区。然后绿能灯区就是代表一个城市的发展哈，所以我们延伸再创造一个城里有光灯区，那白天赏花，晚上赏灯，那这也是台湾灯会的第3个这个亮点。迎接台南400观光旅局徛伫城市行销立场，统计2023年规年烫天的观光活动吸引超过133万人次，相信明年的灯会将再创佳绩。2、3，荣耀台南。台新闻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一刀一刀精细的切着生鱼片，每种海鲜都要来上一点。再切切点缀的摆饰摆盘，看起来相当美味的生鱼片就大功告成了。高雄鼓山鱼市场重新调整再出发，还没到假日重新开张的当天，现场就已经有许多游客到场验收，表示整体看起来感觉还不错，蛮不错的。我想说来这边尝试看看是好吃这样子，来尝鲜一下。对啊。刚才买什么东西？我们刚先叫一个那个粥，然后一个生鱼片这样。对。看起来空间蛮大的，蛮舒服的啦。如果说有人潮来的话，那更好，因为我蛮喜欢这个海鲜这边的那个现杀现吃的东西很好。我刚有看到他那个三婆在那边，真的很棒。我看到那个沙西米的，还有那些石斑都在现场，很棒很棒，我很喜欢的。这次改往过去被说没有新鲜鱼货的问题，新增了生鲜鱼货专柜，现场处理购买的鲜鱼，后方就可以直接代客料理，一条龙的服务，现捞海鲜就可以直接料理上桌品尝。真的好很多啊！因为之前来有没有都是看到的一些冷冻的或者是熟食，那现在有一些很老啊，就是其实我们台湾人还是很对这种海鲜有没有看到就是很新鲜的那种东西，我们的好感度会增加很多啊。然后我们也会比较偏向说，在这边食用、采用，然后氛围有没有旁边又有海，看起来感觉就很好。这次市场柜位重新调整，有大量高雄在地渔会的产品，现场已经有许多民众到场抢着结账，也有进驻特色店家，异国的美食结合在地海鲜，希望给大家一个新的感受。We're going to do fish tacos, and we're also going to do fish bentos. We're going to experiment with all kinds of things. We'd love to do fried calamari in the future. We'd love to do fish and chips in the future. So yeah, there's exciting things to come. 鼓山鱼市场改建一路走来一波三折，历经大众检视和考验。这次重新调整方针，重新营业，能否重新抓住游客的心，还需要持续观察大家的反应。记者孙安军高雄报道。从餐厅里面的大玻璃窗看着窗外片片雪花飘落，对于用餐的客人来说，难掩心中的喜悦和悸动。而从户外雪景区望着餐厅里面用餐的客人，也让人想要进入温馨的餐厅里面一窥究竟。
连来这里用餐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被这美丽的雪景给征服。其实这不是真的雪花，而是餐厅老板和主厨的创意，不定时利用泡沫机制造的人工雪景。这美感就比较好。那他不只学了厨房的烹饪、烘焙，他还学插花。这样对摆盘上的设计，那天生美感从小美感就比较好，所以他这些布置都是他自己。当然还有了他这些年来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常常我们会去日本取经，会出国去取经，包括食物的，包括人家的装潢，包括菜单的设计的风格，我们会常常去看。然后回来再有自己的想法，那当然也要屈就于现有的材料的取得，因为毕竟不同的国度材料取得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间我们大概我们从去年的2、3月开始做整修装潢，一直到9月1号才开幕，我们花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做整理，才整理出这样的样子。不然刚开始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基隆的多雨、潮湿，屋况其实本身不是很好，那我们光在做修缮的部分，大概前4个月在做修缮，后3个月在做装潢。这些美感巧思布置也展现在餐厅吧台以及外场座位区，更打造星空厕所，让客人惊艳。曾经担任过科技业的经理，因缘际会又投入在台北百货公司经营餐饮业，又因为遇到3年的新冠疫情，不忍员工失业。惨赔艰难的硬挺过来，最后只能离开曾经辉煌又伤心的台北，机缘落脚在基隆，俗称小北投的E6路上，租下老屋再活化，开设这间日式洋食餐厅，主打蛋包饭、意大利面以及焗烤类主食。1年来，除了用心营造餐厅气氛，也提供好吃平价的餐点，让客人流连忘返，乐意再当回头客。疫情期间，这段期间，其实我们也认识我们的很多的同业朋友，其实都已经蛮多人倒了。那我们感触很深。那可是在这段疫情期间，我们收到很多朋友的帮忙，包括好比说不能内用，那我们怎么办？那员工还是要工作，我们也没有放员工无薪假，那怎么办？让员工有个出路。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做，好比说我们举个例，好比我们做那时候开始推料理包，然后。一开始忽然做的，我们也没有全面的规划，因为是忽然性的来的。那时候告诉朋友，我们开始做料理包，那朋友就帮我们传朋友，那朋友再介绍朋友，甚至有的不认识的朋友的朋友，那每天帮我们推销。那我那时候刚好那段时间遇到超商冷冻宅配不送，那我就每天自己开着车到处送。那有人会说，你这样好辛苦。我说不会，一点都不辛苦，因为至少我还有东西可以送，员工有事情可以做。那我们一直抱着很感恩的心，就说，至少我们现在还有一家店可以开，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可以做，我觉得都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而来过一次，就还想再来推荐这家餐厅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就非常肯定老板活化老屋再利用，开设主题餐厅的用心和创意。老板非常的亲切，而且这个是一间这个老旧的一个民宅活化。就是这位老板他是住在台北，针对这个老旧民宅，他把它活化，变得非常应该是说非常有一个主题。那包括它餐点是这个意大利面，还有这个焗烤，还有这个蛋包饭。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但好吃主要是它非常有特色，而且非常的平价。那我一向以来就是我觉得基隆有很多的美好，我都希望把它就是行销出去。让我们外县市，包括我们在地的乡亲，能够了解说基隆的美好。那我也是借由今天这个就是1632这家主题咖啡厅也告诉我们基隆的乡亲其实我们基隆算是一个老旧城市，有很多的老旧民宅。那老旧民宅怎么样让它活化，变成我们基隆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觉得基隆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餐厅里面还有一个彩蛋，就是有一台小型扭蛋机，这是为了鼓励客人带着小朋友来这里用餐时，可以把饭菜吃光光，就可以扭蛋1次作为奖励，这也是老板小小的心愿。而在老板用心经营下，口耳相传而来的客人也越来越多。老板欢迎大家要来餐厅前先预约，以免扑空。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轻轨大顺路段5个候车站的天棚上有各种抽象的图案，艺术家林喜俊老师就将福禄寿喜财5福临门为设计概念，用5种动物来代表，取其谐音和象征意义，让民众搭乘时有圆满幸福的感觉。用一些比较传统的符号上去的话，反而会比较老气哈。那所以这一次就是用我比较现代，因为我本来风格就比较色块，然后几何分割很清楚，比较有现代感。然后结合它这个车体的设计，所以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车体。然后最后一站就是所谓的财，那我们以猫所谓的招财猫的概念，然后进入在整个形象的意象里面。轻轨即将在年底成员，目前正陆续进行工程收尾和列车测试工作。这一次邀请李喜剧老师以成员为发想，结合传统台湾人对幸福的想象，在5个候车站里融合5种动物，寓意圆满，令前来视察的副市长林清荣感到相当满意。我们还有40天就要正式的要试营运了，所以工程进度已经96.96%了哈。那么距离我们正式的营运元旦还有41天。另外呢，我们还答应了应该艺术家要参与，所以我非常谢谢林喜俊老师、林喜俊教授，那么跟我们当地的艺术家一起来参与，把我们这几个站能够装点不同的5种的色系的绿色来做。那其实在跟整个那个绿环境来说，跟雨豆树来说，看起来都还。我个人觉得其实还蛮融合的哈。除了轻轨候车站有完美的设计和寓意之外，轻轨大顺路段也保留了中央分隔岛雨豆树的绿色隧道。轻轨顶山街站更在天棚上开了天窗，让一棵雨豆树自然穿过。林副市长也预告，大顺路雨豆树隧道将形成第2个龙猫隧道。但是这个地方呢，只是新植了112棵，合计原有的206棵，达到318棵。各位可以有一个新的飨宴，无论你用开车行走，或者是你坐在，待会儿就是有车子会滑行过来，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特质是跟另外一个隧道龙猫隧道是更为精彩，所以从大顺1路一直到大顺2路。而对于高雄轻轨乘车安全性的部分，市议员郑梦入要求市府指示临近轻轨的大昌消防队安排防灾救险的演练，以防轻轨发生意外时能够迅速抢救，减少伤亡。大昌分队的旁边刚好就是轻轨站，在建工路跟大顺路口那边，所以这个消防演练，我也希望说，未来如果真的出现意外事故，那如何我们的消防车的动线要怎么去规划？希望这一些都可以先去把准备起来。就是公共建设，除了这个功能性之外，它的美观设计也非常重要，它会显示一个整个城市的文化内涵。轻轨大顺路段目前正进行行车测试，希望民众在轻轨列车行进路口时，能够配合号志和义交指挥，快速通过路口，以维护交通顺畅和行车安全。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拿着手机里的车牌辨识系统扫一下车牌号码，遭到注销的车牌就会立刻显示出来。今年截至11月中旬止，高雄区监理所一共查获110部注销车辆，甚至有在1天内同一个路段接连成功收缴3部受到注销处分的车牌号码。今年到现在为止，由我们同仁出去执勤去所扣缴回来的牌照已经有100多部了哈。那主要就是针对注销车辆，它还就停行驶，然后停在路边的停车收费停车格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都是从这个目标下去扣缴回来，对啊。除了监理所人员主动查之外，高雄市交通局也会将停车收费员登录的车牌资料提供给监理所加以比对，可以更快速大量的查违规上路的注销车牌。那我们同仁看到这个群组里面就会决定是不是要出去扣缴这个牌回来。那目前这个系统是做得蛮自动的，就是说它有基本的车辆资料，还有我们有做到跟 Google 地图连结停车格的位置，因为我们同仁都有把它建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哪个停车格大概在哪个位置，所以我们还有那个 Google 地图的定位，可以帮助我们同仁很快的找到这一部车子。车牌会被注销，不外乎车辆逾期检验，或者是车主死亡1年内未办理继承过户，或者是受到交通违规处分。不论是什么原因，使用已经注销车牌的车辆上路，不仅违法，未经检验合格的车辆还会有危及用路安全的疑虑。大部分都是那个预检注销，就是车辆没有验车，然后就被注销掉了。
车主过世的那个继承人没有来办过户的话，那也会把它给注销掉。我们会在挡风玻璃上面给它夹一张那个注销车辆的那个告示，然后我们把牌扣缴回去，请他要来重新缴违规罚单、缴税金。被查到开着注销车牌上路的车主，汽车所有人会被处3600元以上108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或者扣缴牌照。车主得重新领牌，并且缴交注销车牌欠缴的相关费用。因为你的这个车，我们电脑里面都有资料。引擎车身号码的资料通通都有，你这原来的这个牌，你被注销了，你一定要处理，要把它在做注销之前，就是把税费，还有把违规这些东西都一定要结清掉之后，这个才算完整，之后才可以让你再重新领牌。车牌遭到注销的车主都会收到通知，但有些车主就抱持侥幸的心态，仍然开车上路。但监理所透过各种方式，注销车牌仍逃不过法眼，终究会被一一揪出。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